较早的花就是安尼啊，看到毛远啊，爱才长才看。以前都爬咧好，好多种迄较早阮做囡仔懵落啦、香咧啦、啥啦，懵了一世界。愈侵蚀愈内底吼，就是会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你即摆风台来，谁拍了就够花。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游河川它补充的沙源被阻断了，变少了，所以补充到海岸的沙变少以后，它就容易让那个沙滩的变动产生一些变化。它原本在夏天是侵蚀，可是冬天会回淤的状况，因为沙源整体变少了以后，它可能补充的量变低了。那整个海岸线就会有慢慢退缩的一个趋势。沙源减少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大概是像我们有新建一些水库，可能把一些沙源去拦阻。那像我们山区的水土保持如果做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也会减少一些沙源顺着河川上游慢慢到海岸这样。那像水利署也有在做一些河川的一个疏浚。那这些沙原本它其实是要自然的回归到海岸来做补充的，也是被阻断。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沿岸会新建一些像渔港啊、商港一些大型的构造物，那它会有一些防波体，那这个防波体它也是阻断了我们原本就是海岸它沿岸流的一个流向，也会让一些沙碰到这些防波体以后，它就淤积在那里，那原本它可以再往回补充的部分就变成减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七股区庆山港的沙洲，那它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别景观区，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海岸所看到一些工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是那个国家公园的特别景观区，所以会比较注重生态跟环境景观，所以我们采用的工法都是这种比较近自然的一个工法，像我们会取这种比较自然的那个竹子来做组装的一个打色。那还有像我们会施作这个沙场带，那它沙场带的主要的里面的沙来源也是从细湖里面去做一个抽取，等于是就地取材的一个部分，会对环境的冲击比较少。那打色竹桩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外海的波浪它去碰到这些竹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碎波的效果，让它的能量整个降低，才不会把沙带走。那做这个沙场带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挡浪的效果。因为它是有一个孔隙力的一个控制，所以波浪打到它的时候，水会从孔隙排出，那沙会留着，这样才不会说造成我们沙洲的那个犄角会被冲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针对沙洲与溪湖的保育，我们台南市政府呢，现阶段采取的策略呢，有包括我们在沙洲外侧施作竹桩及沙场带，防止波浪侵蚀造成海岸的侵蚀，那并就我们溪湖抽沙来填筑，达到人工养滩及溪湖疏浚的双重效果。我们会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由政府单位来设置海岸防护林的一个相关设施及养滩，加上民间的一个种植造林，那共同改善海岸线退缩的一个问题，打造一个绵延的沙洲海岸林，一起守护七股溪湖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达到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永续的一个目标。了是今个欢收看8月10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在中秋市长吴伟铁代表台南市各界前往空军第一战斗机连队来慰劳，由队长江义成亲自来接待。吴伟铁特别慰问被擒当中的飞行员，场面相当危险。因为美国联邦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的访问台湾，引发中国伫个台海四周围来进行军事演习。甲飞弹的试射行动，造成民心的扑动。台南市长吴伟铁代表台南市的各界，前往空军第一战术战斗连队来慰问，肯定国军的坚持岗位，捍卫南部地区的领空安全。感谢各位，不管在平时，或在假期，或是当年节时候，甚至在最近的这个台海这个中间不是很平静的时候，对岸的这个动作频仍的时候，能够勇敢的、没有迟疑的，将加注在自己身上的任务，能够这个迅速、确实而且落实的执行，那彻底确实的保障了台海上空的安全，以及国人同胞的这个安全。那特别再表示最高度的敬意跟谢意。市长除了致赠6万块的加菜金加农产品，
代表台南市185万的市民向驻军的代表来表达感谢。部队嘛由小将连队长江义成回敬台南空军机场的跑道模型。最后，市长阁特别前往警备室来慰问被擒的飞官，感谢因的辛劳。台南市民会做国军上坚实的后盾，并且予因上强力的支持。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路中日前举行新社林校长迎新欢送，关校长郑文仪吊送高雄路中，而新任校长则是由永仁高中校长洪庆在来接任。洪校长表示，未来伫咧学校也希望让学生的教育有品质知识、品格的教育加品味的生活。今年8月1号才接任国立台南女中的校长洪庆在，本身是成功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目前搁伫台南大学教育经营研究所进修，曾经担任过潮州高中甲詹文农工的主任，7当前遴选担任台南市永仁高中的校长。去年同时得到台南市甲教育部的师铎奖，现在进一步接任国立台南女中的校长。将朝向五育融通、三品兼优的治校目标来迈进。永仁高中是一个社区型的学校，它有高国中了哈。那台南女中这样的一个传统100年的这个女子优良的这个名校哈，我想要在这个学校里头，我多多的激发我们孩子的潜能。那我当初在来学校做校务经理报告的时候，那我是以五育融通、三品兼优的这样的一个治校的方向哈，想要来继续规划我们台南女中的各种的特色课程啊。五育融通当然是传统的德智体群美啊。三品哈，我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课程的设计，让我们的孩子哈能够有品质的知识，同时也有那个品格的行为，还有品味的生活。那这些都是希望透过学校的相关的特色课程，以及我们非常优秀的老师团队们来达成。另外，配合新课纲的上路，由中嘉集团赞助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微课程，强化高中的育才，甲大学的选材之间的结合。校长嘛表示，未来会持续配合，并且期待有更较侪老师、学生受惠。谢谢哈，那个我们中嘉在台南市的原省中哈在学校里头大家一起合作一些微课程，让我们的高中生哈在还没有上大学之前呢，就能够除了学校的这些个原有的课纲的课程之外哈，能够有跨域的学习。我想这个对于孩子们在未来他的升学上面，跟他的其他的这个专长领域的这个潜能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也很乐观说这样一个微课程的合作能够继续在学校当中让我们师生来收获。台南女中的封路因为市定古迹，目前正在整修维护。预计112年3月才能整修完毕。对校长就任，经过穿堂摆满各界祝贺的花篮，看得出校长的高人气，嘛毋望台南女中迈向后一个100年名校迈进。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近年来，智慧科技已经一步一步进入咱的生活当中。其中，智慧的建筑嘛是目前帮第三业者发展规划方向。这摆2020年城市论坛的讲座，对于智慧建筑社区创造智慧新生活作为主题，邀请3官学的专家学者来分享，相当的精彩。由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以及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共同举办的2022城市论坛，这次是系列讲座第2届举办，以智慧建筑社区创造智慧新生活为主题，邀请3官学专家来做分享。2022城市论坛第2场，今天的论坛主题是智慧生活城市。
智慧建筑社区，创造智慧新生活。本次论坛非常荣幸邀请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产业代表等，以大师讲座的经验分享，引导多面向跨界的交流，营造安全、节能、便利、贴心、健康、永续之智能绿生活，实践智慧的共享。在座的都是我们建筑业的精英是打造城市的推手。那我们怎么样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未来城市发展的课题，把我们台南再进一步的在既有的基础上，打造一个不仅是幸福快乐的城市，而且呢是智慧绿色、生态开发、保育并存的一个共融的一个城市。由智慧科技为出发，探讨100年府城如何迈向永续智慧城市。地政局长陈淑美也以台南为例，为智慧交通讲到智慧防灾，内容精彩丰富。政治大学地政系退休教授，同时也是房地产领域研究专家张金二也受邀前来演讲，主题为大房自由的人生，以消费者面向出发，让产业界更会当直接甲消费者产生共感，互利共荣。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湾书店目标志工协会奖座合金颁奖典礼已经迈入第2档，除了市长黄伟铁校长、金曲歌王蛋宝嘛意外出席，勉励这摆192位获奖学生，希望因日后有机会嘛唔通袂记哩爱回馈社会。为着鼓励品行良好的学生努力学习，台湾书店语标志工协会颁发奖学金112万。总共有192位学生受惠。台南市长黄伟铁嘛亲自到场，勉励在场的学生，同时致敬感谢状，肯定协会善心。这是神明的钱啦，吼，这嘛是十方的钱，是神明的钱，也是各方的钱。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领了5庙的奖学金，一定在学业上。在品德上，在各方面，都是所有同学的表率。虽然金额不多，但是借由这个机会，让小朋友们知道，在长大成人后，也能回馈社会。金曲歌王蛋宝嘛来到现场，以台湾书店语标志工协会的会员以及台南一中校友的身份上台。勉励在场的学弟妹，在去年的时候就得到第32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还有最佳专辑。我觉得成绩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持续的吸收知识。台湾书店语标志工协会开办奖学金已经第2档，捐赠超过100万外奖学金，总共有300位学生受惠。希望得奖的学生怀着感恩的心情。有一天学有所成，秉持公益回馈社会。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但市湾参选人但竞争但洪武日前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若访问台湾，佮大一案，就将送鸡排请民众食。2位议员参选人嘛兑现承诺，伫成山路发送民主鸡排，场面相当的热烈。第日父亲节即天，台南市议员参选人陈景晶甲陈宏宇2人共同发送鸡排予民众，但这并不是什么父亲节礼物，而是因为日前曾经讲过，若是佩洛西成功访问台湾并带一枚，就要以欢喜的心情请民众吃民主鸡排。今天发这个民主鸡排，主要是佩洛西议长来台湾访问，我们在事前呢。就跟民众来告知，如果议长有来我们台湾住一个晚上，我们就要发放民主鸡排。那佩洛西来到我们台湾呢，表示呢，我们美台的这个友谊呢，历久弥坚了坚若磐石了表示我们民主的一个价值获得这个世界的一个肯定了
送鸡排现场来了数百位民众排队领取，欢喜表示因食的不是鸡排，而是民主的滋味。很开心，那议员也开心嘛，因为他也是庆祝，就是美日这方面关系的友好这样子。对，然后民主鸡排，我吃的不是鸡排，我吃的是民主的味道。陈金珍甲陈宏宇这次总共准备了250份的鸡排，正打开放领取，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全部发送了，显示出民众对着有民主滋味的鸡排特别介意。台美友好，欢喜吃鸡排。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盐埕区的巷内有一间神秘的点心店，卖是真特别的香港式糖水，加了真侪种食材来控，一喙啉落都有倒赞厨的口感，加上在餐厅的环境设计，互人参像来到香港。黑色的芝麻糊与白色的杏仁糊，店长一手拿着一个，在专注的表情下，以温柔的手法缓缓注入碗里，形成一个黑白的太极图。象征着2种口感与香味的完美交汇，这是这间港式食糖水最热门的招牌甜品。芝麻跟杏仁都是会跟等比例的糯米去慢火熬煮，糯米的香气它会带出芝麻香跟杏仁香。那杏仁的部分会去强调它跟台湾的杏仁茶有别于台湾杏仁茶，因为它是浓稠的，那喝起来也不会，吃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就是腻口，但是它的香气也没有像台湾的那么的刺鼻，就是这样子。而随着季节转换，他们也推出最适合夏天的经典甜品杨枝甘露，名字由来是观世音菩萨手中解救旱灾的甘露瓶，使用当季的水果结合西米露，爽口又清凉，真的能在炎炎夏日救苦救难。用的就是金黄，台湾的金黄跟爱文芒果。那爱文它的果肉比较软，它就是我们直接把它打成泥。那金黄是切成块，然后会再加入我们的西米露跟最后点缀的葡萄柚。那你会吃到2种芒果的香气跟酸甜味，然后西米露的嚼劲，还有那个葡萄柚它本身的酸甜。浓郁丝滑的港式食糖水由来自九龙的香港人所开，这间盐城分店则是由他的弟子之一负责，两人因为学习咏春拳而结缘。同样热爱香港文化，店长也仔细地向我们介绍食糖水的由来。它起源于就是在岭南地区，然后就是它活络在广东、广西一带，然后甚至到香港、澳门。那它会在里面加了不同的食材一起去做熬煮，然后慢火煮至浓稠。那因为会有加食材在里面，所以你会吃得到那些料，所以我们都会说是食糖水，是吃而不是用喝。墙上挂着白底红字的菜单，脚下则是踩着原汁原味的茶餐厅地砖，加上各种摆饰与海报，整个环境让人仿佛走进香港的巷弄里，吃下一口异国的风味。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伫正阳富民路顶有一间味达，卖是大陆重口味的东北面，由来自哈尔滨的先生甲台湾人的太太合作来经营。异国的婚姻，嘛互哈尔滨的好滋味，再来互台湾的民众品尝。来到这间店，想尝试重口味的东北面时，首先必点的就是麻辣鸡丝拌面。面条简单穿烫后，加入自制的香麻辣油提味，接着放上大量的鸡丝与黄瓜丝，组成这碗色泽诱人又香气十足、让人口水直流的美食。我们主厨有特制的那个辣油，因为它很香。然后呢，我们的面搭上我们的面比较 Q。然后鸡丝呢，我们的那个鸡丝的料理也是跟别人家比较不一样。我们鸡丝的料理有掺杂大概6、7种调味料在里面，所以它的一些就是吃起来啦，口感是跟别家不一样的，味道也会不一样。整碗拌面从身为主角的鸡丝，到作为灵魂点缀的辣油，在炎热的夏天都无比开胃。看看这位顾客满头大汗，也要下筷大吃，就知道这碗面的厉害之处。我自己是蛮喜欢吃辣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辣是那种比较带点香气的那种辣。然后再就是说，它的面条本身就是吃起来蛮有弹性的。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它蛮适合夏天吃，就是虽然它辣，但是吃起来是那种很解热的那种辣，然后吃起来蛮爽口的感觉。然后配上一些小黄瓜丝，我觉得就蛮有一点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店里另一样代表经典东北美食的，则是浑圆饱满的狮子头。
加入多种材料制作的丰富口感，吃起来与台式版本略有不同。但无论是配面或者配饭，都是超有存在感的第一主角。像那个南丰的狮子头，它可能就偏比较弹性一点点，它 Q 啊呢。然后但是呢，我们的狮子头比较绵密啊，因为它那个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加的一些料理呢，也有豆腐也有什么的哈，它会口感上比较绵密一些些。对，我们狮子头也很有名，因为它是纯大陆口味。文青风的用餐环境，却有着超冲突的豪迈东北料理。分别来自中国东北与台湾屏东的夫妻，用道地的口味与周到的服务，持续传递这份美味。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为了5家国体社区公园经过8个月整修，将以全新的面貌来呈现，除了实在甲地面上的翻新，嘛增加真侪特色的游戏器材，让亲子伫遮享受休闲佚佗。绿色的斜坡上，小小年纪的孩子手脚并用，奋力地挑战面前的攀爬网，认真的模样仿佛是在攻顶好汉坡的登山客。趁着好天气，一大早就有许多家长带着小孩来体验五甲社区最新开放的特色公园。难得高雄这种地方适合小朋友一起玩这样，然后这边也很多的挑战性的设施，非常适合小朋友，就是比较有障碍性的。对，这个比较适合小朋友，他们要去手脚并用，对，然后可以刺激他们的一些感官，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除了攀爬设施，其中也新增了2个磨石子溜滑梯，速度感加上缓冲的柔软草皮，让小朋友们忍不住溜了一次又一次。这个溜滑梯为什么最喜欢这个溜滑梯？很快。我直接滑下来的时候，我就掉下去了。兼具挑战性和刺激感的儿童游具，让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而一旁较高年龄层的运动设施，也让带孩子来放风的大朋友不会无聊。小孩子玩，然后大人也可以顺便运动。然后他之前看起来比较杂乱，现在经过整理过后以后，就是这个环境看起来比较清爽。曾经老旧简陋的公园能摇身一变，展现全新的面貌。里长吕月玲表示，非常感谢各方代表的出力，目前也成立了团队来共同守护这片环境。那目前我们公园里面的所有设施大概有10来种，对，那这些设施应该是属于这附近的一些公园里面可能或许比较欠缺的。那重点是希望所有我们爱护所有这个公园的所有的里面朋友们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维护这个公园。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还有全新的游玩场地，高雄又多了一个有趣的特色公园，让父母与孩子都能在这里度过开心的亲子时光。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感谢收看8月10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